小婷婷菲珍老师来做运动哦。好，下度我教大家下半身，好，整个髋关节的肌筋膜的放松。好，先婷婷老师放下来，用泡棉滚筒做。好，一开始呢，迄感觉哈，下度会下背，哈，接着我旋吞的发哈，下度先来坐到我们的泡棉滚筒上面，好。然后是按你先长凳哦，然后慢慢的把我们的下背部好上下按压好，因为我们的脊椎啊后面都没有其他的东西哈，还捆的呀哈，所以啊，我触数啊，尽量要扶好来。好，你的手最好是扶着，好帮忙好脊椎的两边的肌肉的放松。好，轻轻的按压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到我们的臀部。好，我们摆的位置是斜的。好，我们先按压臀大肌。好，前后调整呼吸，很好。3次之后，来我们左右，可以的话，屁股稍微离开。很酸哦。增加我们按压的强度，很好，然后再放松。好，做完之后呢，要的弯片，好，换边，好，一样先找到我们臀大肌，左右，把我们的重量都压在我们的臀大肌，增加它的强度。非常好，好，做完之后呢，我们加上大腿外侧，好，我们的胆经，好，慢慢的一节一节，顺着到我们的膝盖，再往下，好，撑起来。非常好，好，左右一个一个，好，慢慢的顺过去，非常好。好，做完之后，左脚大腿前面直接顺出来，大腿前。好，一样是一节一节的。好，把我们的肌肉有筋节、有气节的地方，把它放松开来。好，按压完大腿左边，我们顺着大腿右侧，直接进行大腿右侧。很好，按压，顺着按压3次。好，一样找到我们的气节的点，好，强化，把它按压开来，非常好。好，慢慢往下，很酸，好，很酸的地方稍微多按几下。会发现左右脚不太一样，非常好，好，做完之后呢，我们2只脚大腿一起，然后接着顺到我们的小腿，直接再一次右脚小腿前面，左脚小腿前面，好，就直接这样顺着按压。一面按压一面调整呼吸，然后再到大腿，整个再起来一次，很好，非常棒。好，做到等后哈，侧面我们这个阳陵穴，我想要强化一下肌肉酸痛的地方，很好。
再换边。好，它可以按压之后，让我们的肌肉比较放轻松，非常好。好，好，做完之后呢，我们的小腿，把我们的脚放上来，顺便按压一下我们的足背。好，伸展放松一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继续。刚刚右边还没有做哈，我们的右边的大腿外侧。好，刚刚我们做左边大腿外侧，然后就顺到大腿前面。好，另外一边大腿一起做完之后，小腿。好，前面都先做完，然后现在做外侧，很好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做大腿后侧。好，要强用做脚臂，先来做。好，做脚臂。我觉得我的大腿后侧没有很多气节，所以我就直接用我的重量直接压上去。对，很好。好，换边，顺着换内外。好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气节的话，我就直接换脚。得以等候哦，非常好，很棒哦！一样内侧顺到外侧。好，如果再可以的话呢，我们就直接顺着把我们的脚、小腿肚直接内外。调整呼吸。好，我们可以同时左脚的外侧小腿外侧，右脚的小腿内侧，然后换边，一样，右脚的小腿外侧对着左脚的小腿内侧。哎，对，很好哦。去按压，然后左右，好，左片右片胸哈。好，我觉得特别有紧绷的，我就再增加上重量，非常好。小腿肚，很好。好，左腿再弯片，好，整个重量的按压，非常好。好。好，黑周的来法，我们的脚底，好，除了球之外呢，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滚筒做按压。好，内侧、外侧。好，那我想要强化我的小腿前面，好，这个阳陵穴，我想要再多按一下。好，换边。好，接着我的大腿的内侧，好，都甩木给它轻强松。好，我们就趴着，然后把我们的膝盖内侧，我们的肝经的地方，好，多按压几次，很好啊。好，做完之后，我们换边，大腿内侧。一样肝经的地方，好，内侧，好，每周的趴着，顺着我们的大腿内侧去按压，非常好。好，左右顺一下，好。我们的大腿、小腿的地方，好，这边特别的酸，好，换边，好，做到这边，好，今日的今日就全部从下半身的整个下来，好，让我们整个
脚步，下半身的血液循环、肌筋膜变得很放松。哎呀，这周都要到位，多谢大家。